大家好啊，咁歡迎嚟到私家生活，呢度係一個慢活空間，陪你一齊傾下生活，講下趣事，分享嘅有用又唔沉悶嘅小知識。唔理你係退休、半退休定仲有份工做緊，我哋都希望可以用輕鬆嘅方式帶你睇下世界，學下新嘅，笑一笑。有時講下懷舊，有時教下實用貼士，有時就純粹陪你飲杯茶。如果你鍾意呢種感覺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一齊私家 on life， 生活加咗趣味，加咗溫度。如果你想用你部手機分享數據俾人上網咧，就要開個叫流動熱點嘅功能。你跟住我咁做啦。首先打開你部手機，喺熒幕咧最頂向下掃落嚟啦。右上角咧會見到個齒輪啊，呢個係設定，撳一下，揾到連接或者係網絡與網際網路，唔同型號可能字眼唔同，但係你揾到講網絡嘅就啱啦。撳流動熱點同網絡共享，入邊會見到流動熱點呢一個選項，喺流動熱點個空白位置撳一下，而家係關閉嘅，撳一下右上角，變咗藍色就代表開咗，繼續停留喺呢個畫面。第二部手機或者平板要上網，就要連接第一部開咗熱點嘅手機。而家打開你部平板，喺熒幕最頂向下掃落嚟，右上角會見到個齒輪，呢個係設定，撳一下，揾到連接，喺 WiFi 個空白位置撳一下，撳一下右上角，入邊呢係會見到附近嘅網絡，揾翻你部手機頭先停留嘅畫面，望下個登入名。我哋呢度用陳大文嘅手機做例子，喺平板揀陳大文嘅手機。同樣望翻你部手機畫面個登入密碼，我哋呢度用 ABC12345做例子，你就喺部平板度輸入翻 ABC12345，然後撳連接，成功連接後就可以上網啦。依家你識得點樣分享數據啦，咁不如我教埋你點樣改啲實用設定，令你用得更加順手嘅。今次我會教你兩樣嘢，第一，點樣改你部手機嘅流動熱點名稱同密碼；第二，點樣自定你部手機頂部拉落嚟嗰排快捷掣，跟住我講嘅步驟做就得啦，好簡單。第一部分，更改你部手機嘅流動熱點名稱同密碼。首先撳入你部機嗰個設定先啦，就係嗰個齒輪圖案，撳入去。然之後揾呢連接或者網絡與網際網路嗰個選項嘅，有啲機型叫連接，有啲叫網絡，睇下你部機係邊個版本。撳入行動熱點同網絡共享，呢度就係你設定熱點嘅地方啦。喺流動熱點隔離嗰個空白位撳入去，撳下熱點嗰個名。呢度我用陳大文嘅手機做例子。你可以打返你自己想用嘅名，例如小明嘅手機。咁改完名之後撳儲存，咁你部熱點就會用新名啦。如果你想改密碼呢，就撳一撳返密碼嗰個位，打返你想用嘅密碼，記住最少要8個字母或者係數字。呢度呢，我用789 ABCD 做例子啦。咁你可以自定返。最後撳個儲存或者套用啦，改完記得撳儲存，唔係就唔會生效噶。頭先改完個流動熱點名稱同密碼呢，呢家就教你更改你部手機快速設定欄功能掣。首先啦，喺你部手機啦，由畫面啦，係頂部啦向下掃2次啊。第一次掃係簡略版，第二次掃就會見到全部功能掣啦。撳右上角嗰3點或者編輯按鈕啦，然後揀按鍵順序。有啲機型會寫按鈕排序或者編輯快捷鍵之類咧，撳入去就可以改。我哋而家呢，想將流動熱點擺返前啲。如果喺呢一版見唔到流動熱點，可以向左撥去下一版揾返佢。
揾到流動熱點之後長按住佢，然後拖去你想要嘅位置。我哋呢度就拖去最開頭。如果有啲功能你唔常用，可以拖落去後面，咁就唔會阻住你用常用功能啦，畫面都清爽啲。改完之後撳完成或者儲存就搞掂晒啦，你部快速設定欄就變得啱晒你用啦，就係咁簡單。改完熱點名密碼，再整靚啲快捷掣，用起上嚟真係爽好多啊！如果你仲想學其他手機小技巧呢，記得留意返我下一集教學啦。希望今集內容對你有冇啟發，或者至少令你笑一笑、冒一笑。生活唔一定要好大件事，有時細細件、簡簡單單都可以好精彩。如果你仲想學其他手機小技巧，記得留意我下一集教學啦。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， 支持下我哋私家生活，一齊加咗創意、加咗可能性嘅下次見啦。